分享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大家就睇好阿群妹，我是哪位人啊？冇错，我是苗栗人，我從細到大就到苗栗大哦，我到太后站來到台北來讀書。嗰時候我對苗栗真嘅講係非常嘅熟悉。嗰時候我也喺本大家談一張靚嘅，講到呀山上苗栗山上嘅煙花，大家會想到乜嘅花呢？冇錯，就係桂花嘅黃黃細細蕊嘅有冇？其實我屋企面頭前就有一條桂花樹吼，當然吼都係呀桂花開嘅時節，就做在批到東鄉清香嘅桂花嘅米絲。嗰陣今日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來呀桂花做點拿來做出按到乜嘅好食嘅東西，我同大家來分享，細細格分享今日節目地度邀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桂花屏東縣創辦人。分享明媛姐分享，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縣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客家人，今日帶動係苗栗縣的特別的產品來分享給大家。真嘅，韓國有出美女有沒有？謝謝。按講嘅明媛姐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其實講到桂花吼，台灣人可能就看醬啊，韓國烏卡筍睇烏卡頭前可能就會來種。像我烏卡，我閒時時間我媽媽就當接摘桂花，韓國就泡茶不愛食。嗰時候其實也係有當到按你像是桂花釀按樣嘅產品來出現，其實明媛姐今日今主要就沒有人來同大家來分享這個桂花釀的部分。對。不過真係想我來請問一下明媛姐，有冇睇嘅桂花釀啊？要同大家乜嘅無共用嘅素材，比如講像呀做法吧，也係講人用嘅材料也得。台灣人就係前蘭後桂，所以前面會種蘭花，後會種桂花，就代表一隻富貴嘅象徵啦，哈。那勤儉持家的婦女，她就會把這個桂花開頭又當大爽，就拿來做啲嘅甜點啊，或者是泡茶色安尼。嗰時候頭擺就有當到人啊，桂花拿來做甜點也係就像桂花糕安尼啊。哇，好像很常在那個宮廷劇有看過。桂花的香氣是真的東香。對，冇錯。嗰時候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其實這個桂花釀泡茶，它的顏色好漂亮哦。對啊，就像茶。從顏色啦，嘿，是從哪裡來的顏色？伊迄有楓糖、芒芽、老本糖，好香哦！對。我剛剛一批除咗批到嘅當清香嘅桂花嘅米絲以外，還有另外一隻也是非常非常香的味道，就係芒芽嘅香味。哇，我芒實批講芒芽米暗香嘅，伊迄柴燒嘅，用草葉燒嘅。用草去燒嘅芒芽，所以它已經不是外面說可能買片的芒芽，其實一開始就是用草燒，等於說是從最頭青頭前的步驟就開始自家來做。其實係我粗口人做的啦，不過我哋原物料輕特別的都全部係苗栗縣的東西。我們要縮短食物里程，對不對？楓糖做係我頭分一條線，安尼大家做啲肉楓糖啊，用蜂蜜，對。好香哦！嗰時候你剛剛講用亞草燒的芒芽，其實取代焦糖。取代焦糖，就是說用芒芽，其實麥芽其實係一種甜鹽的糖分，韓國講嘅甜唔會暗甜，對不對？跟蔗糖比起來，講嘅甜度它是單糖，故說其實比較好分解的，對你身體它好誒，比較不會造成負擔的暗用的糖類，就是我們的芒芽糖。除了東香，它可以保養呼吸道，還可以保養呼吸道。故說大家有談到阿群妹眼，他咳嗽了2聲誒，等下就留給鼻身體，所以它可以保養我們的氣管這些。對，是蔥啊，乜嘢都當好。那條擺迄婦人家吼，記住迄嚟做本生意嚟說啦，係
它不会预防感冒。预防感冒就是。啊，又嘟嘟后又所以拿来泡茶色。韩国说起来米西有冻吼。系啊，煮半夜没冻好色。煮半夜。哦。煮番薯头没冻好色。煮番薯哦，呀哈广东的都是含摇呀哈煮10条东东，还有这个下午茶时间。其实有点靠番薯的米头啊，你冻好色。哦，对，去稻香。韩国其实啊，米原姐爱看亚洲的产品啊，像迄桂花酿，其实冻多种无去用的面的，韩国冻多种无去用的包装。做在同大家来讲一下，上来亚洲有那条无去用无？其实讲。无香研设计出来的啦，针对无香用的课程来做的。对，因为像啊有看呀，底度有一个说明书啊，它可能有这个460公克包装的。其他贵哦，其他贵，其他贵，给送礼当好啦。哦，除了加个包装，因为其实它的大小也有分，我们有460公克包装，480公克包装，480是家庭号哎，家庭号的，不卡饮做的一杆饮 Q 哈色嘞，甚至其实还有大大小小130公克的到60公克的小小的包装。对。古种仿片太假。系啊，这个。像后生意啊，叫泡咖啡、泡奶茶，要泡豆浆、泡牛奶就做得。啊，后生意佢太就还唔攀得买，啊，细细只个啊吼，佢就还攀得。韩国其实要东西没有防腐剂，对，每种唔得不用太久。其实我哋做的不用多1年，因为我煮的时间啦，吼，我师傅必煮6到8小时安尼。古时候佢当长时间的煮，里面有一些生菌，其实全部都杀掉嘞。古时候保留加个黏密，其实即使没有防腐剂，也没用清传统的封色，不可以做在保存。对，因为佢我用的冰糖吼，迄个水晶冰糖，佢迄单糖。那它就是不易发酵，也是单糖。对，所以它做在任何的食物里面哈，它都不会发酸。你像捞空肉、捞猪脚啊，哈，不用落去，其实唔会讲不用久的，要安尼是有酸味安尼。哇，感觉这不用都要空肉低度，听说懂好食，就不会按那个，因为有香香的味是。有桂花味，然后跟颜色也很懂讲。对，不过呢，像亚色类东西，韩国其他的所有的色彩全部就是尽量养生，而且尽量拆剔。我说没想到来摸一下这个名媛姐，你要得用个桂花这个主角，嘿那一片来耶。主角就是一般哈，家家户户一般都会种嘛哈。那我们现在懂得，过去农业时代，苗栗也是懂得农田，你啊就无休工诶，休工其实会种到的桂花来给买粒桂花苗。一条苗啊哈，种的10公元，然后当归呢每10公万。哇！古时候伊咩迄苗栗去甲出山的也得桂花拿来做。不过其实要桂花，新鲜的桂花，起的桂花，我拿来做都像这样子桂花酿的产品。其实经过冻的铺料，做得同大家来小结一下嘛。好，一般哈就会用调白做晾干的哈，晾干，可是它的那个。色啦，吼，我冇按好看，会偏糊特，还没有保留到原色。一条腮会糊。嘿，那我哋到咧炸起来就夹吼，就变我这种的低温烘干，但是这要有一点技术啦，个色就要懂加。像呀，看到的呀色。啊，你啊，迄是哎，你做 PP 看啊，你啊有炒锅的，烘干之后，这个来掏到冻枪。好香哦！ing验其实脆化掉，对，你啊做迄二来做桂花酿诶，剃一头诶，古时候除太牙这个低温干燥以后，还再个炒锅当中得继续来做这个桂花酿的部分。对，炒锅迄本己还较香，系冇？嘿，香味会出来，跟苦味会带出来，就我还唔会按腐。对，它唔会按腐。韩国刚刚其实后敏媛姐有讲到呀，这个桂花酿啊，做得拿来做呀这个创意料理的部分，今日你们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哦。先来讲这个阿 Q 们其实我非常好奇的是桂花酿烤鸡翅搭柠檬汁。对，但是清简单的，用嘢来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建议啦，就拿来听。前一夜哈，你就拿，迄讲礼拜5按不腾来聚餐，你就礼拜4按不，你就拿来捞，做得会调油啊哈，桂花酿没不用落去，就让它上色哈，入味，甜甜的，甜甜咸咸的，很好吃，就是不用本上应验。
哈，给动作它不用蒜头来结尾啦，可能是蓝毛，嘿，对对对。嘿，我们从秋亚这种有一点点甜甜的料理啊，其实 Dino Boy， 比如说美式餐厅好了，其实它的鸡翅冻豆妹黑用呀，有一些的甜甜的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桂花酿去取代可能桶。也还普通的部分，对，然后我们就让它增加冻豆芽这个桂花的香味，也会比上色，然后也会很香这样。除了上色，还做的冻香，韩国是又对身体冻空天。做烤肉酱没做的啦，烤肉酱没做的啦，系啊，就会听大送的啦。不过这个不卡是韩做的，这个不卡是韩做的。因为除了这个创意鸡翅的料理以外，其实还有那个一张甜点，它叫做法桂吐司。对，法桂吐司就是我时间哈，本来是阿 B 他开哈，就桂花本来就舒压提神，啊，当然早晨啊哈，我就泡桂花茶外呢。阿姨做来做个吐司，另外法式吐司做用乱了那种鲜奶一大一沾这个酱哈，那我就想把它煎好之后，涂上那个热热的桂花酿，它的香气就出来了，就真的很舒压提神。早上闻到这个香味，精神就来耶，懂舒服了。对。古时候原来呀，桂花唔但像做的看酱，还个做的披香，还做的拿来饮茶，还做的拿来吃点心，还个还可以这个舒压提神。古时候其实桂花还有很多用途，还做的种无用的料理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小姐。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家下又看到幾張樣片喎，這個桂花釀番茄啊，看起來。東想顏色，不過我真內心裡面充滿了一些問號。雖然個畫面看起來凍醬，東西看起來凍好食，用的料看起來也非常非常的美味。不過怎麼個一開始愛加蒜頭呢？想問問看，說來係哪個秘密？蒜頭對身體是非常好的，對，多吃蒜頭對身體也會產生比較大的那個有免疫力這樣子。對，那它這整個都是有醋有番茄。還有那個蒜頭，韓國有檸檬都當檸檬，對，用它讓你釀起來，對身體可以調整成鹼性的，對。对身體當好啦。古時候這個桂花釀番茄，剛剛太家的樣片都可能太專心在欣賞那個美麗的那個畫面，有冇？可能冇懂認真，可能沒記唔起來。剛剛很用的做，我們這次明媛姐同太家再個複習一下，生來那個桂花釀番茄按用的來做。好，一開始就看到個蒜頭料理，可能是個烤蒜頭米嘛，還冇烤，你就看拍攝到的哈。啊，做到番茄哈，做到可以，其實它比較就是功夫一點點，你就把它畫十字哈，去把它那個番茄剝皮，會更入味。皮薄。對，那我們比較懶惰一點，就是直接把它穿一個孔，或者是說把它切對半，它就會有番茄味。對，番茄是對身體非常好的。好好喝。然後再加入一些那個檸檬，好，對，增加它的一點味道。C，還有蜜糖沒有出來嘞。然後你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醋跟你的水是1比1，那你看你泡多大桶，好，就1比1，然後再加上那個糖，砂糖，你就1/2。
对，那你加上桂花酿的时候呢，就可能是个是一甜的就做得，唔怕。我说吃然后水黑1:1，韩国再加一半的那个一半的糖砂糖，对砂糖，然后再看七嘎毫升嘛个 Q 米那个桂花酿再放多少下去。对。哇，好奇妙的感觉，感体白色豆。甜的东西，底都有酸甜的米西，不过但是又不会觉得它是咸食，就没有觉得它有酸甜跟米汤。假使讲，一开始冇看到这样片，食起来完全唔会吃到有酸甜的米西，也唔会暗酸，唔会酸，非常非常的好喝。那它番茄的味道都会出来，这样。哦，跟安尼爱煎冻久嘿。晾衣就做得食嘞。晾衣就煎晾衣就做得食嘞。不送给他来试试看那这个酿番茄部分。是。一天来食冻好。好好吃哦！韩国的 tomato 底肚啊，底部的汁全部都是那个桂花酿的米稀，真紧哈。又酸酸又甜甜。好好吃哦！一天冻消暑解渴啦。对，而且你还吃到很康样，一比不要那做当红用了呛你哈，看起来真的是很大方的感觉，对啊，很豪华，而且物超所值。它不是什么？物超所值。物超所值，韩国食类对身体有贡献。对，故所也就係今年名媛姐妹要来同大家来收嘅这个桂花酿的创意料理。对，唔但像安尼哦，其实还有甜点没做得来做。其实名媛姐一开始没有讲到吼，这个桂花酿同很多东西都非常非常的搭配。比如讲，像也儿童大家来收嘅係奶酪，桂花酿奶酪，桂花酿的奶酪，其实我们忙色色讲，因为像苗栗南中不是有一条桂花巷吗？给底肚有一条有一点都有名的这个汤圆扮演的部分，大家就会想到讲，糖水可能就是配一些米食类呀、汤圆类呀，就唔会想到讲用奶酪按你来搭配。有没有想到按你搭配？好生意较好食啦，阿婆要做本顺的时候要冻好食，嘿，了桂花多了奶酪底部，加个米土煮、米稀煮啊做出来，因为阿姨有煮过，有煮过，有时候温泡它的味道不见得完全都会出来，但是你有煮过的一定都会出来，加上这个奶酪，就是味道是很对的。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桂花酿老这个奶酪搭起来，它喝起来会就是麦芽的味道，其实蛮重的，很香。韩国因为这个奶酪底部给啊跟嫩米的东香，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再加上微甜的桂花酿，非常非常的合，很搭，因为它就是有取代焦糖的功能，所以奶酪很长上面都会有一个淋上焦糖或者是果酱，对，所以呀，它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这个变化的桂花酿的创意料理。有时候大家可能一般想到讲，这个桂花酿，泡茶可能没办法是懂的。其实除了泡茶以外，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料理呀，也还甜点呐，全部就都得用桂花酿来做哦。而且是懂简单，对，懂简单。从来都不会煮出来，这个都是很简单。对。而且感觉是一些些的落去，它就会有让这个料理有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出现。对，那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会有那个香气，对，会让人家很心情很愉悦。对，刚刚说的有没有舒压，还有提神？唔但像按你哦，也还没有再过来同大家来小给以后用桂花酿去延伸的产品，它叫做豆腐乳，就是豆腐仪。豆腐仪用好这个桂花酿来做结合。那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挑完剩下的那个桂花，比较没有这么完整的桂法哈，对，用大宋因为按冬群欠要客家人啦哈，对，就拿来做款款啊个桂法的豆腐仪款款啊，做起来要使到一好食，因为我们老个桂法先泡桂法酒，泡好的再来做桂法豆腐仪。好好吃哦！它这配稀饭夹馒头都很好吃。不用，俺这家大枪声，俺就知道懂好吃嘞。这么刚刚我按你讲，其实俺吃到呀豆腐仪，除了一开始有吃到一些些嘞桂花的清香味以外，韩国一些些嘞咸咸的感觉。韩国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的口感
这个豆腐乳好坚固哦，它不是像头摆冻结爱夹嘅豆腐乳出来的时间，快的存东西一夹，哎呀就散退嘞。为什么它可以做的那么坚固，但是它是绵密又好吃的口感呢？对，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做豆腐，做半年的时间啦，哈，这样一调整出来的。啊，青葱用啊，你啊豆腐啊，哈，就会用日头去晒过的，让它更扎实。等于说它是日晒的熟成的方式。对。不过像一般可能唔免所有市面上大家看到食到的豆腐乳都会按你做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做法。那做在同大家来讲一下，像这种用传统日晒让它自然熟成的方式，同一般比较快速的熟成的方式，以食起来个口感会差在哪里？这自然熟成就是你可能做的食到嘅日石头的米头。太阳的米头，因为它的是很自然回甘的，对。那它一直放，不用其实生年半年就没关系。真的那就变成年的豆腐乳，它就持续发酵的东西。啊，一般人唔伫市面上其实都用来做，但是夹个可能就没办法久放。啊，久放它的口感可能也没有，不知道会不会回甘。那我们这个就是确定，就是越放越久越回甘。对，古时候也系吃盐的东西、甜盐的东西，本地甜盐的发酵。啊，传统的方式伊做的啦。古时候除了这个创意的桂花酿的口味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种口味的豆腐乳。啊，做迄像我哋的苗栗烟那个很特别的产品，像草莓啊，太府的草莓，草莓，草莓豆腐乳，也是用草莓蒸馏酒去做的。对，还有个芋头豆腐乳，是我公馆的，系啊，有诶。有诶，做豆腐乳，喂，你总不可能再酿芋头酒吧？哦，我哋係用落去酸過，酸嚟拿一整嚟將拿嚟曬走了，將冰落去嘅。哇，古時候咪係用好用菜體的東西來做出菜體口味這個豆腐乳，而且我覺得它的名字很可愛，你們都叫它磚。磚。中文嘅係幾人都磚呢喏？因為佢一堆一堆啊，就像鳳梨酥就沒很多那個磚。對。古時候豆腐乳咪就得拿來當磚就對了，而且這樣名字很可愛。我目的係介紹我們苗栗縣係有按的東西。對，韓國做的搭配呀，都冇用用嘅農作物，然後做出這樣子的農產品同大家來分享，算是一種行銷苗栗的方式。係啊，跟食過也就還有印象啊。對，真嘅呀，可是食過呀，草莓豆腐乳，有沒有？東東有冇食過？古時候，你說。東西是越菜體哈，我是吃到會越國際啦，就係它配音仿冒不出來的。對，沒錯，越在地越國際。其實撒哈拉講嘅一樣的產品，其實大家也覺得會很在地，可能人慢慢就會做。不過明年節今日沒有帶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就是這個泡菜的部分。哦，泡菜也是我們用豆腐乳去延伸的，所以我們三樣東西就有連貫性。對，所以這個是用哪一個口味的豆腐乳去做的泡菜？紅曲口味的豆腐乳，這是口味是黃金泡菜的口味。對，有搭配我哋就做的紫蘇梅，還有硬瓜，全部客家人做的嘅東西啦，加起來，好好吃哦。這個菜的部分係哪種菜？我知道凍菜，山東大白菜，裡面講嘅光嘅部分，它盤，古時候佢食起來，它的口感、它的脆度全部就凍油哦，跟有按摩過按摩還要給馬殺雞，它才會很脆，很好吃。古時候其實除了這個黃金泡菜口味，還有其他不一樣的口味。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搭配韓式的口味啦。它雖然是韓式，我覺得也懂適合台灣人生，大家就都會吃些，因為也就係自家食到好食的口味，古時候研發出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其實還有好多東西要同大家來小記，等下再個再來談哦。好，各位觀眾朋友，歡迎
让大家有真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好當當然看福起來咧，手機嘅動到好食咧農產品啊。其實大家就除咗自家食以外，咩乜東想講，我做電腦來送朋友，也係送裝備，也係送俾自家嘅親戚也得。故說今日節目當中沒有來同大家來收嘅吼，這個桂花品東西，其實今日名媛節一帶大家所有嘅產品來到呀，陽旁嘅現場吼，阿群妹就知道。哇，因為家嘅設計、家嘅包裝，全部就那麼漂亮，按漿、按有這個質感，全部就動景致，比如講像啊樹紅一樣。有沒有看到？它雖然家嘅色，它是很簡單的這個紙箱的顏色，不過其實呀，蛋糕的這個整個花紋啊，還有它底部嘅包裝都非常非常的精緻哦。人家它就搶名媛姐在個雷同大家來收結一下，從這個外包裝開始好了。哦，外包裝是環保的啦，環保的也是比較環保，但其實它是當便宜印刷的。對，可是這個上面的紋路，這上面的紋路其實，像這個葉子的部分啊，也是非常的漂亮。哦，有特別搶眼設計。哦，我哋就係設計，自家就係設計公司。所以名媛節，你有冇按強調它這個雷同大家來講，自家設計這個上面的花紋的部分，然後就印刷，對，韓國底杯。我做印刷差不多23年的哈，就是按印刷設計啦，哈，用電腦設計的東西，所有的東西總我哋都親自按嚟設計出來的。古說你自己笨蛋，一開始就會做亞紅誒，難怪工作壓力很大。有一點嘅壓力，設計時間唔會壓力太，當然係太啦。古說像呀，自家設計，自家懂了解自家的理念，古說自家設計出來，那個底度誒呀東西，像這個包裝是綜合包裝，一個是貓梨辣味磚，就是豆腐葉部分，韓國這個是貓梨桂花釀，對，這是一個套裝的一個包裝就是，而且中間還有一個很可愛的磨刀，等於把個桂花釀啊，把豆腐葉做的，而且這個感覺質感很好，有沒有？我拿起來就是有種很療癒的感覺。我喜歡看到人收到禮物啊，當歡喜的樣誒，所以我自己設計吼，就會較特別的。對，古手設計部分非常非常的用心，就連底度，你看。這是一個像是竹片編的藍莓，對，而且上面還有很美麗的雕花，而且它還是有得獎的，有得到這個苗栗縣2016苗栗縣文創商品的認證，對，董獎。設計理念就係客家人咩，客家人頭擺務農的時節吼，較旱的時節就會拿個竹來鋪的就會做個林麻吼，本機啊，也係種毛海一個竹籃的，對。就會是說，要結合了客家的東西當好。不錯，就是用這個做咩咧扁的這個小籃子來當做是象徵的客家人。啊，伊有環保，伊做的不用刮子啊，哈，不用酸頭粒都是做的，重複利用做的。對，可以放酸頭，因為它是透風的，你不會 heat 的，你要放什麼其實都可以。然後蛋糕像這個有雕花的部分，也咩係愛青號誒，青中葉一條部分哦，我覺得很美。重紋的一個窗稜啊，窗稜，對。但是我這有一點客家圓樓的一個理念啦，你等下拿出來哈，就是一個像圓樓的那種感覺。好，現在立刻來看看裡面的圓樓的概念是什麼？這樣子哦，旁邊就客家的發布啦。對，順豐係傳統的發布的部分，然後上面也是一樣。周圍的那個這個設計也是一樣，是這個窗稜的設計。對。然後這個裡面就是圓樓，好可愛哦！豆腐葉啊，對，底部係豆腐葉有嗎？一條曬嘅豆腐葉，一條曬嘅豆腐葉，所以其實這樣子就是都有特色的一種包裝，而且其實不止這個包裝有得獎哦，其實其他也沒有得獎，我們再來請名媛姐來介紹一下。而且在2014哈，這個就環保概念啊，哈，就用瓦楞紙，就漢姆馬個印刷，那它有一個承重的一個構圖，承重的構圖，可以承它的重量，對，這個是家庭號的，對，家庭號，古時候給董蟲哦，它有將近500公克那麼重的重量，對，然後它還可以
这样子，哎，对，都没关系，都没关系，所以很厉害。而且其实大可乐，东风偏大可乐。哦，它是一个纽扣，对，而且它还可以，说不定以后可以提什么东西，有没有？像饮料啊，可以重复利用。对，像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家庭号的这个桂花酿的部分。然后，而且蛋狗还有一张很可爱的桐花，嘿，而且这个桐花其实是可以动的，好可爱，对的，对不对？我觉得它好可爱哦，要拿来送饮啊，也可以去给它用，真的都非常实用的部分。对，韩国优雅比较大号的、家庭号的，还有这个小罐的，对，小罐的这个也是很可爱。也喺我用嘅松烟馆嘅时候，我知道，所有的本后商人买安的东西又便宜，细细罐的泡咖啡、奶茶，在外面买饮料，我是觉得，对，也比较贵一点哈。对，也比较贵。客家人真的很勤俭持家，一比60 K 呢，然后就做这样子很可爱，这就是迷你版的包装，有没有？很可爱，60公克，泡奶茶等候。泡奶茶，之后再泡桂花酿奶茶，而且里面还是一样有附这个很可爱的说明书，全部就有。古时候其实也有设计有得奖，因为我觉得在名称的设计上也很特别。专门该蛋狗 TPO 会甲猫梨呀两只丝呢。哦，猫梨主要我哋的头白的古名，没有立头白古名。古名它是就有一个平埔族的卡斯道族，以前就叫猫里社，好，就叫这个苗栗叫猫里社。猫里这2个字是平原的意思，对，所以就是这样来的。古时候呀，就是苗栗头白的名诶，韩国用你苗栗菜地耶，比如讲桂花啊，还有像是做桂花酿的这个蜂蜜呀，韩国所有的东西，尽量就会用亚菜地的东西。对，啊，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伴手礼哈，本台港音色苗栗烟的客家人，对，苗栗烟的客家人，不止这个包装漂亮，底部的产品没懂后。全部东西都用严选的，对，严选的，而且是轻天孔韩国规则包装，但像有这个客家的意象，韩洲的本很环保，有没有？环保。我们尽量减少，几乎可以说看不到塑胶的东西，全部就尽量做得回收的。对，食材就会用青头的啦，这是我要特别的，就是讲的，就是因为这个所有的原物料你要懂 sell， 像蜂蜜也是很少，对，但是我哋都一摆做落去，全部龙眼蜜就买去了。来做俩桂花酿，对，用清口的东西。我们吃到敏媛姐七嘎有七嘎非常独到的这个眼光，做的想到讲，做爱用的东西来行销苗栗。其实刚才没有讲到，你一开始就会做了这个广告的部分。对，跟做嘛个后来又会成立这个桂花品东西呢？桂花喺我哋的苗栗烟的烟法，个南中医在很多桂花香。其实佢啲台湾哈，佢係慢活城市，国际慢活城市啊。它这个桂花呢，在这个南庄里面是就是你为什么它的那个人潮一直不断，就是大家好像也都很喜欢桂花，喜欢桂花香，所以我就觉得所有的利用这个桂花当成我们主要的一个推广，一想到桂花就想到苗栗案的，就像金门就会想到高粱，对，古时候用这个桂花来打造苗栗，像是一个吉祥物的概念，品牌跟吉祥物的概念就对了。讲到这个吉祥物，就是我们有一个吉祥物，它是用石虎的造型，环保保育类的这个石虎造型去做的，很多猫狸喵啊，所以我其实我是想一直在。起名的时间哈，就想唔知要按乜个名，就是想说猫梨砖好了。所以这个猫梨砖也是跟这个猫梨有关系，要全部就会 video 的行销苗栗就超韩国出的案呢，其实这个社会的责任，我觉得敏媛姐也是不遗余力。还好啦，对，就是尽力做了。要的其实嘿，清凉希望有很多2度就业的妇女，要的阿姨呀来天数来鸦片来做生。因为像跳舞以后要做半年的，所以你硬调整啊，当然哈善良就印来印胎就社区的妈妈哈，太卡就会结合
就是生日头咩，又要灌浆，对，灌浆哈，分工合作。日子头做乡下做，暗晡头又做大做股，当好啊，系啊，大家做乡下来做安尼。对，我们凝聚七家沙企的力量，来做出行销美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哦。鼓手节目，谢谢明媛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动先生乡下来听通一下了。